再先拍我，再拍你。我可以不用拍我，拍戏啊。大家好，我叫俊家，潘俊家，潘俊家的潘，潘俊家的俊，潘俊家的家。因为我这次拍摄的这个脚本就是来这个地方，好像是他们的毕业旅行，然后希望他们在这个地方回忆时光屋之后呢，各奔东西，然后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梦想理想，去实践他们，可以展翅高飞。啊，这无我家己，我的海都搁咧饲。休息够了就跳一次。休息。真正卡伊，我刚有卡到。21岁安尼嘛，安尼超黑，真正足忝的。强哥，你怎么是有点享受？唱歌好厉害。休息。你一直都在休息啊。伊的迄个目睭咧装叫迄个麒麟花呢，木落的。志玲，来帮他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？不是很老牌，没有办法。这是我那个年代在用的，因为每天出现这种，就他都在那边这样。这个是 rapper 或者我妈说哈，讲话看左上方的人在说谎，对，说谎。我都看右下角。好想要赶快收工。最明显的，我自头到尾拢跳唔对。下一个就是跳舞，我等下被攻下。在关系这边两个扣嘛，这两个课，就是他既然合作愉快。他入镜，他就出下来。你在开心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唔准你安尼，宝宝不行不行。对，别让跑，别让跑，别让跑，那是我哪让跑啊你啊？我今日来水晶窟啊，拜。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人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辛苦之外呢，也去支持他们6个人，支持这个节目，尤其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的音乐录影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海珠的驾照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